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最近呢，我常常看你在喝红枣茶，那真的很不错哦。对啊，像红枣啊，它不论是养生的汤品啦，还是中药配方，都少不了它，非常非常不错的食材哦。说到了红枣，就是凤奏，凤奏啊，就是红枣哦。那么苗栗公馆是最早引进红枣的地区，所以也是目前台湾最大的生产区哦。我的凤奏茶就是在苗栗公馆买的。那么在当地的业者呢，也把这个凤奏和馒头做结合，香气四溢。那么馒头呢，就叫做馒头。馒头就是馒头了。那其实哦，红枣呢，它被称为是水果中的红宝石，所以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哦。因此呢，在公馆的地方呢，也特别把它开发了一系列的商品。像最近呢，他们就开发了红枣冰淇淋，也非常的受欢迎哦。说到了冰淇淋，就叫做牛冰。牛冰呐，就是冰淇淋哦。红枣冰淇淋真的很好吃。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，就是红枣冰淇淋真好吃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凤奏牛冰真好吃，凤奏牛冰真好吃。今天勾勾公好吧，带你一块来品尝一下红枣的好滋味。小姐你好，你好，来试喝看看，谢谢。很好喝哎，这什么茶啊？这是我们公馆在地的凤奏茶，嘿，好喝好喝哈。我们这里还很多红枣的相关商品啊，像我们还有凤奏杯，来凤奏杯，谢谢。很好吃哎，这凤奏软杯啊，好浓郁哦。是啊，这纯天然的，没有添加任何的固形剂，好吃好吃好吃哈。我们这附近还有凤奏馒头，要不要去试试看看？好啊好啊，你再告诉我在哪里。好。红枣啊，还真的是苗栗公馆的红宝石。它带来了无限商机哦，因为它很养生，所以做成了各式各样的食品呢，都非常的受欢迎呢。所以啊，帮你先复习的就是凤奏，凤奏就是红枣了。另外呢，现在在公馆也有红枣冰淇淋哦，冰淇淋呢就叫做牛冰，牛冰就是冰淇淋的意思。其实啊，凤奏啊，如果是和馒头结合，也是滋味很不错哦。馒头呢就叫做馒头。馒头就是馒头的意思了，没错。那么今天要帮大家复习的一整句话呢，就是红枣冰淇淋真好吃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凤奏牛冰真好吃，凤奏牛冰真好吃。今天勾勾公好吧，带您一块来尝遍了红枣的各项商品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